你是什么人？我是陈友良，请问顾阿是？快放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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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这个？不惊向我！对方对人啊！你会老去袂少哦。将士，对人叮当，你若搁再叮当，恐惊有性命危险。要不过我一定要将这物件送到有才用的。这件真重要的物件是？当然，这是一项非常机密的物件，我无完成这个任务不行。也毋过，你的想要未轻，恐惊会做袂到哦。是不是知影？会用咧替你来的？你从名字甲我讲，知影？替你将物件送到。不行，不行！都通我将这物件送到，拜托你替我完成这个任务好吗？你送去倒位？岐州齐王爷。哦，齐王爷？是岐州岐军的首领齐秀辉，齐王爷。哦，那呢，这是一件军事机密的物件咯。是，这是齐王爷甲张书生要联军进攻关条进军的计划书。哦，这地是要进入岐州的路牌，你留这地，就会当进城。为你就这个机会，投效齐秀辉，做一番的大事。哼，拢是你这个宝贝仔查某囝做好代志啦。规工哦，就甲你臭头仔死啦，住在山顶哦，都爱耍啦，都爱花啦。我即马若讲伊几句啊，人就搁讲我即个后母伫苦毒情人囝，讲也袂讲的啦，骂也袂骂的啦，愈来才愈毋是款。好啊啦，当毋是啥物大代志，哈！啊，你拍大安尼大声小怪，啥？即个查某囡仔就是拢叫你成歹去啦。甲将牛仔甲菜去食，安尼搁是小可代志。刚讲着拢将咱的牛拢食好清气，安尼才有做大代志。咱牛抬都抬去啊！啊，你去是有啥物路用？哼！唉，英啊，你安尼嘛10外岁啊吼，啊应该嘛爱捌代志，莫定定惹恁阿娘咧受气，知影？阿爸，我知影。啊，去，甲恁阿娘回一个唔对咧。唉，阿娘，我后摆唔敢啦。好啊啦，别当你假鬼假怪啦。那恁老爸面头前哦，你都假乖啦。阿娘啥么好命有你这款查某囝？起来！入去，去困。有影啦，这个厝内面哦，我已经无法度搁再大，但恁查某囝就已经大汉啦。
你唔免我无要紧啊。啊，但即个囡仔代志，你是讲对倒位去啦？那你我问你，迄个臭头仔死来，你是要拍算安怎啦？啊，你毋是已经甲关伫个牛条啊？也都安尼伫个甲伊处罚啦，我想后摆也毋敢啦。啥会啊？啥会啊？哈，咱迄只牛仔去互抬去食哦，啊你就放伊煞，哪遐简单啦？啊无你是要安怎？敢讲你要叫伊赔呢？赔啊！你若差三个臭头死来，赔就赔袂起啦。咱你只牛仔囝来赔偌济钱，你知？啊无你是打算要安怎？拍算要安怎？你甲赶出去啦！啊？赶出去？来遮创啥？唔呀，我地肉肠要互你食。巴掌？这是我去灶骹偷摕的呢。偷摕哦？袂歹嘛。万一这个茶房的所在，阁有这肉肠通食。唔呀，阿英，多谢你哦。你踮咧遮会艰苦袂？袂啊，我哪会艰苦？用的时间我着看书，暗时啊，搁去摕点心来互我食，我哪会艰苦？你袂艰苦，你拢毋知影你跪在遮，人为你流偌济目屎。阿英，我知影啦，你真若为着我的代志吼，若毋是互拍，就是互骂。搁送这点心来互你食，我以后会甲你说多谢啦。莫咧说多谢啦，你以后吼，若定定甲我记咧，莫甲我袂记咧就好啊。阿英，我永远袂当袂记得你哦。阿英，恁老爸仔转来未？伊知影我抬去食牛仔囝去食的代志无？当然知影，伊还讲吼，阮阿娘讲叫伊甲你赶出去。哈？要甲我赶出去哦？洪母兄，你以后袂用咧踮咧阮兜啊啦。阿英，你是咧靠安怎嘛？你讲我走就赶我走啊！我毋是要永远住遮饲牛啊！啊，你是要去倒位？我倒一位拢会用得去的。我会记以前吼，伫咧逢甲市的时阵，阮的师傅甲我讲人间到处有青山，只要我肯努力打拼，哪会惊无饭通食？袂啦，洪母兄，人毋甘甲你离开。阿英，我嘛是甲你同款呢。
做路费。头家，多谢你。希望你会当找到较好的所在，甲人看牛，这也毋是真好的出路。我毋是歹意要赶你走。头家，我住遮的中间，互恁真照顾，我以后一定会来答谢恁啦。你真乖，真捌代志。头家娘啊，这几个月互你真照顾，多谢你哦。好啦好啦，免谢谢啦，啊要走紧走啦，都爱啰嗦安尼。头家娘，我要离开的进前，来去甲遐个牛仔囝相视一下好。以后就要较乖听人的话，阿英会来照顾你吼。你唔好哭，你还乖乖些，我有时间会转来看你。母兄，阿英。我是想要来送你啦。阿英，母兄，我是想要来送你啦。
伫这咧吵，咱大家想办法穷几下钱，互咱皇帝做路费啦。好啦，大家先看卖。你拢摕过来互我啊！我才存2仙尔。我嘛3个当仙啦，我存1个尔。我两个尔。有够啊，安尼都有够。公母啊，这好，才要当仙，啊是阮大家一点仔的心意，互你做路费，你收起来啦吼。无啦，我摕你个钱歹势啦。不要紧啦，你收起来啦，你收起来啦，我欠你收回来啦，是哦，欠你收回来，收起来啦。以后我若有出头的日子，我一定会来答谢恁啦。希望你以后好好看顾阮阿英啊吼。孙子，好